网络的社群，它贴上那个有井字号的文字标题、影片标题啊、影片播放清单等等的，然后在点按的时候就可以连接到有相关的影片，就是别人的影片标题有相关的或者相同的都有井字啊。你看都有井字哦，然后按井字，有井字的地方，来点按试试看哦。好呀，现在按 YouTube， 然后跟 YouTube 原来影片标签那个影前面要一个空格了，这样才。目前这个都是自己上传的，这是研究说影片标签，影片标签专题研究，特殊的影片标签，还会荧幕录影，然后送上去。研究说影片数有多少了，频道的数量有多少。那如果那个 YouTube 跟那个影片的影之间有空格，那就只有跟 YouTube 有关了。你看movie，你看movie，你有没有看到跟movie有关的，你看。跟movie有关的，你看，相关的就很多了。你看，连印度的话，这个字就是印度的梵文，印度的梵文。你看呢，可以看到印度影片哦。透过这个方法，可以看到印度影片，看到各国影片的各国文字。只要它影片标签有movie井字号加movie，用这个方式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影片了，世界各国的影片。要把这个贴在这个社群的贴文哦。